不是说你在宿舍里休息吗？你先坐。你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只是凑巧碰到，就一起吃个饭。你们先聊，我走了。解释。解释什么呀？你觉得需要解释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来？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谎？你为什么和白羊在这里吃饭？你知道我在店员门口等你多久了？苗离，因为想借口是吧？想不到我帮你想。对你来说，平和约会已经不适于我们了。不找点刺激，不冒点险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好好相处。所以呢，你找到了新的冒险模式，情人节和朋友吃饭，对吧？点菜啊！你去哪？你不是说你饿了吗？现在饱了。就这么消失了。我还在生气。我就想让你知道一下我的感受，这样我们算扯平了，好不好？有这么算的吗？今天我过节，我说了算。就你过节，我不过节啊？凭什么这么算呀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们一起过节，一人一份，你那份半价。哄小孩呢，冰淇淋都是半价的。我就是想吃，但我又不想只买一份。苗离，因为不是一个人，因为有女朋友了，所以不想只买一份。我们许个愿吧。啊？许个愿嘛，过节嘛，总得有点美好的回忆呀。你等我没有看成电影，我等你没有吃到饭，我们可以过节许个愿啊。哎呀，我不想许愿了。你快点嘛。
闭眼，向前走。好了吗？没有，不许睁眼啊！加深一下记忆。继续。之前的不开心，就忘了吧，王兰。记住现在就好。这样，当你将来不在他身边时，回忆起来，也不会留有遗憾。好，两位要点什么？啊，酒就可以了，谢谢。喂，有没有意思？别光想着喝酒，请我吃饭这么敷衍。你随便点，我只想喝酒。啊，那我不客气啦。你好，照那一桌的套餐一样，来一份，谢谢。好的，那是我们今天刚推出的七夕节套餐，两人同行还可以打7折。啊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们不是那……亲爱的，我们就要情侣套餐吧？好的，两位稍等。你可千万别误会，完全都是为了折扣，你别想多了。我怎么可能误会了？你要是来真的，我还不乐意呢。因为你们再一次的相遇，杀生石已经开始觉醒。如果不能尽快化解杀生石，你就会死。当年我没能救下苏小姐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救你。你有没有点绅士风度啊？你一杯就倒的人啊，确定要喝？到时候我可不想背你啊。一点点都不行，怎么这么小气？蹭点酒喝都心疼成这个样子。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摆这张臭脸给谁看？小桃，你说我们来找汪兰报恩，是她的幸福重要，还是她的安全重要？当然是，都重要了。哎，臭狐狸，你又在瞎琢磨什么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就是一个人过七夕比较难过。哟，单身湖这么多年了，还不习惯呢？不许丧个脸，好好的气氛都被你给毁了。哎呀，排了1个小时的队，都快饿扁了。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嘴角有油。